小姐，你为我闷闷不乐，莫非又想让人到死去吗？真是想出门去哟，怎奈一再求恳弟弟，他总是不允。是啊，我听员外说道，可惜小姐是个女子，你若是个男的，就放你去了。我啥是个男的？你说我一两是一两。应该做是他谁心，今想多是伤人，再有男儿就不明，哪有闺女才圆美？员外，我是大惊小怪。小姐要想出门读书，怎奈员外一再不允，因此小姐郁郁中人，得了一病。这可是何时好？让我去看来。员外，小姐刚在上，你不要去惊醒了她。员外，你彼此之间不是请过卜卦先生来，就一个你呢？倒也是的。卜卦先生，小姐，员外请你进去。人生，你我要小心一点。员外，卜卦先生来了。员外在上，卜卦人施礼。请坐。谢员外。请问员外有何疑难？朕小女向王人读书，是我不用，为此犹豫争辩。彼知吉凶时候，得请先生一步。是此待我不来。员外，照话看来，应该让灵儿出门读书。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是啊，正他流年一马心照明，身居贵王，空有灾难。员外，还是让小姐出门的好。大行情更是大吉大利。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哎呀，这怎么死的？这怎么死的？小丫头，你笑什么？
你是女儿应的。应得，你经过戏弄的母亲。弟弟，女儿家长们子有我婆在，如今你总该答应我去了。真是无闹，为国千金，出门就业，跑头路年，有失体统。要读书，为不可请先生来府教导。弟弟，这一行人一名师，中原名师，正然你是一个女孩子，为父使我放心得下。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员外，如果不放小姐出门，小姐真的病坏了身子，如何是好？这个，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应得，你一定要去，为父一力就是。弟弟，但有一件，你此去家长男子，却不可露出破绽。3年衙门，无需说归。倘假有要事，一件家事即说归来。女儿遵命。不是在此两入片刻。小姑，进来有人。看他们也是银缕模样，说不定也是到死去的。神兄请了，小弟有礼。这厢万里，请。
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？姓作明英台，上与作家称臣时。哦，仁兄是规矩梁山北。啊，仁兄本是去杭城读书，正是。小弟也去杭城访师聚友。好极好极。你们到哪里去的呀？到杭城去读书。我们也到杭城去读书啊。那巧极了。小姐，小姐好端端在家里，你替她责任。我想要是小姐能一同出来读书，那就好了。怎么灵妹也想出门读书？仁兄有所不知，我家有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人钦佩，吃饭就要上阵，姐妹一心相同来。我想男儿过须尽是头，女儿读书也应该。再怪我弟弟太过折中，又留下小姐妹。了在高人，了在高人。神兄泪里谁记？自动大爱催我心。男女都是无谋生，女儿读书名利也该应。我在大天下男子一般呀，难得他一位女子抱不平。想这个两本一语世界上，我有意与他结为兄弟名。左仁兄，小弟有言，只是难以启齿。神兄有见教，下山北无兄友，无弟，亦无妹，亦无弟，欲约千里来相会，得与神兄心欢喜。一月与你俩结拜，为子仁兄可愿意？独称仁兄不见妻，近来几年为兄弟。从此读书有两不，小弟哪有不愿意？话虽如此，只是离途未得相助。不妨出土为香。请问左仁兄今年？小弟106岁。我今年已117岁了。有道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，请上就我一杯。就我一杯。
哎，你看什么？夜里呀，你我同唱3年贼，今日会见二怪，只有女子对二怪。哎，夜里呀，你这耳朵为何应？两兄，你这文章不专心，为什么看来看去看不停？杀死我的二怪，想起当年真小死神，朱家村年年有庙会，村人叫我办观音。哦，只有你在下菜泥，我在呀。哦，夜里不必怒气生。梁先锋，先生唤你。哦，夜里早的，义兄区就来。小姐，员外又有信来了。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？离家多是一山贼，老母是风风家事催我回，如今有病怕儿归，我难杀，自心两三杯。小姐呀，你既然难杀梁相公，倒不如给他师母做大媒。什么应的？谢师母，应的。到此何事？弟子想拜别先生师母，即刻归去。无故就要归去，只因老母有病，来信才归。明日一早就要登城。哦，既然是此，理该回去。师母，你还有意想告？还有没有什么？
师母啊，师母啊！老师教诲恩是海，有人师母好宽待，不用客气。师母啊，吵架几年两三杯，同唱共念三场醉。这个我早已知道，三场醉，三场醉，我有满腹心事开难开。应得与话谈讲无妨。应得原是叫长伴，师母心里早明白。什么？师母，你早就明白了。谁来取材肉酸菜，教育师母为何来？啊，师母啊，西盘屋的肉酸菜，还叫你兄两三杯，倘得师母来肉菜，大恩大德难忘为。应得故事多情语，三百余代也有在。师母愿意做大妹，梁山伯开做应得。师母，三杯同唱心是悲，三杯难上做一泪，相依相伴松下山，雨下也能到达来。拆了财，过了关，只见那山上蛟夫将杀看，起早落夜多辛苦，当大渡在也艰难。他为何人把杀，当你为哪个送下山？
红牡丹，我家有枝好牡丹，两兄要摘也不难。你家牡丹虽然好，路远迢迢摘不来。你愿不愿配鸳鸯？配鸳鸯，配鸳鸯，可惜你赢的不是女和尚。用的就在前面走，吃对面叫哥哥。你家相公相丈夫，可叹你两兄相长眼头暗。既然我是爱对我，从今你莫叫我两哥哥。一人一条头莫家。两兄，我心有慌，胆有小，女兄无力过家去。你我好一比女郎金女不恰恰。水里还有一曲经，不知今生多少生。你看今的两个人，一男一女笑盈盈。好，哎，女兄明明男子汉，你为何将我比女人？前面打了观音堂，
荒唐，两个男子走北堂。远远过来一头牛，莫都敬给牛背儿。白女弹琴女不懂，可他你两兄本是女。哎，夜里说话好气人，叫我比女不该应。四舅给我为啥去？我说你银台到长亭。两兄，小弟虽话不履行，两兄需要怒气生。万年东窗谁作情？谁送小弟到长亭？再把你相送到长亭，再把你相送到长你我红颜两分开，弟子两兄可曾期望配？早知愚兄未婚配，今日相问为无来。啥时两兄亲为定，小弟替你做大媒。夜里替我来做媒，未知千金哪一位？就是我家小菊妹，不知两兄可惜哎。九妹今年有几岁？与我同年啊，还是双胞胎。九妹与你可相像？他品貌就像祝英台，未知神八开不开，家务做我先应在。多谢眼里来肉财。两兄花家长来我呀你乞巧之事。哦，蹊跷，我家来，难分开，心中相思千句
从应得比我贵，四方西莫两三杯。记得那日送他下山去，在场的与我做大媒。家有小姐妹，平毛绣下做引队，只怕是三辈平爱做家父。四母，三伯，看你心神不宁，为了何事？四母，弟子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，休该归去。我有一事，正要告诉于你。四母，请讲。应得与你同唱共度雨山寨，他的心事你可明白？你此去是非放应得，再问你他到底是侬还是女君才？夜里为家国长寡位，四母你为男为女好机会。他灵隐于神相托，托母替他做大媒，心烦就是肉酸菜。还不知夜里要去谁？三伯啊，应得原是女子般。
台是个女的。是此来，应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应台。应台她自己做媒，自己既有婚呀，理应早娶就亲，立即开禀明先生，下山放应台去吧。多谢师母，多谢师母。九妹啊，想不到九妹就是做英台，英台，你这个妹啊，做得对。心中七彩要烧人，欢欢喜喜唱起来。
我作家早相会，恨不得插翅飞到他帐台。梁相公快要来了，你怎知道？昨夜烛花接了上来，常言道烛花上来，喜日来。喜日，喜日，弟弟，爷来，你的喜日来了。今日办在我家来，为我家女儿亲自配。弟弟将女儿做孙儿配，铁丝两月催心为。弟弟将女儿许一岁，他就是有财有势，他手指指马为财。弟弟，女儿不配，门当户对，真实不配。女儿不嫁，为何不嫁？女儿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。为父一和尚舍得你离开西夏，真乃女大当家，为父岂能误了儿的青春？弟弟，女儿不悦。哦，你在杭州读书时节，莫非宁先？你陪小姐读书3载，做了些什么？讲。人生淡水无法，小姐在杭城读书3载，与那官妓2、3百相公2、3百。一及近来形影不离。哦18里送别长亭，小姐话。小姐话请看诗句美。我好也想劝劝不行，
眉目姻缘你不愿，你辜负我老夫一片心。自从盘古分天地，哪有为女私定亲？马家是又美又贫又无名，两三百他与我做家难联姻。弟弟，请他进见。是。做人本，小在北京。梁爷子，是我为人冤孽，请坐。小在冒昧登门，望神不大人见谅。哪里哪里，梁爷子像是路过恩师，乃是特地朝府与神不大人问安。不过，身边也往往应待也严厉。哦，让我来送。梁相公，请用座。宁生，你是弟弟？宁生妹妹，是就。梁爷子远道而来，请到此房小坐片刻，当面迎待出见。哦，来，陪梁相公四房小坐。是。梁相公，请。谢人不大人。宁先，须请小姐下楼，有客相访。是。二妹，你叫小姐先来见我。是。梁叔，梁叔，弟弟，应该两三百岁数前来相访，我看你还是不见的好。弟弟，我与梁兄年纪近来，同窗三载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你是马家的人了，女儿为人已育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
当有父母作主。弟弟因年女儿在长亭轻看许配，妩媚无品，做事不对。有师母为媒，若孙在为聘，于理无愧。马家乃是尊英世家，发有门第。两家虽是平安，却是亲不人家。英台，你好无礼，岂不知三从四德乃天经地义？你让正面本我胡作非为，不但有辱门楣，亦为礼法所不容。应台，为吾平生哪一件事不倚重于你？唯有婚姻大事，非同儿戏。为吾一家里须马家，万难应该。年龄300有结拜之年，就用你一件，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另娶淑女。宁信有请梁相公。是。应得，不要离隐瞒面，有失礼数。梁爷人，沈不大人。应得借故梁爷人。梁兄，梁爷人远道而来，是老朽不能奉陪。应得，你同300乃是结拜兄妹，你要好好看待，不得怠慢。宁生，你陪四舅下去歇息。是。梁兄，你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乃是兄弟相称。如今你已这般当扮，我还是出言的，还是在读书时间，
我是女扮男装，你我应该兄弟相称，如今不妨兄妹相称。叶梅，梁兄啊，梁兄，这里不是说话之处，请到小妹思虑小入。好，梁兄，请。好，还是叶梅请。梁兄，你我长亭分手，别来可好？好，叶梅家居相比而生，托梁兄之福，也还好。梁兄此来是路过万事得到，特地到此。一来与陈不大人问安，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。九妹，那一日见到大郎送你归，你在家有小九妹，长亭上面住的妹，与兄弟在你对门就起梁兄啊，你他九妹是哪一个？就是小妹做引队。女兄知道就是叶妹啊，梁山伯与做引队，皆是姻缘配龙来。见他欢笑我心碎，他真是弟弟已将我从拆开。举笔作梦应欢喜，你有脸上走上眉。梁兄啊，应得有钱为难事，要想名声。
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生不妨。梁兄，小妹始终聘你为家，弟弟做主，已将小妹啊，已将小妹终身。怎么样？呀，结姻来，终身儿是方才看，越大寿有金手腕。莫非他另有把婚配？大江山飞非一才，哎，不为啊，不为。他在长亭是做媒，怎能够反复无常令婚配？做事有想，心已乱。倒不是写去问明白。梁相公，有心方才你家小姐言道，弟弟做主已将终身，难道说你家小姐已婚配？原话做主，将小姐终身，须那那他手指指马文在。梁相公，梁相公，梁相公，小姐。梁兄，梁兄，
叫你金钟双双来照应，我叫你观音堂上把堂拜，临别轻看许九妹，念着你花轿早来抬，谁知道我与两兄难成对，我弟弟晕了马家妹，我与两兄难成婚，我弟弟受了马家聘，我与两兄难成缘，我弟弟因过马家人，谁知道天长地久，夫妻想不到报答鸳鸯两分开。银杯三彩，心头话。我观察青铜。荆棘离谱，塞给梦。狂风吹在林里不知道有情人终能分，卷寿才有子，今生难去，风雨
兄绝不远离。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不由得爱恋，死于啊两兄。妹妹我想你，一怪不在无心里。两姑姑，我想你三餐茶饭无滋味。妹妹啊，我想你，那才不想大夜里。两姑姑啊，我想你，那也不想到今天。你想我，我想你，情深了难真夫妻。手中取材月衰人，双手奉还做爷们啊。可恨心为难作比，我挖破师母做大妹。四弟爷妹为家门。两兄，你这个样子，我死在你家，终不成啊！
你须再伤心啊！问两兄今朝别何时来？回家病好来看你，只怕我对面要上不能来。两兄，要是我有长短就在那五角镇上里问备，李文备，李文备，红海儿时开两块，红的开上我做银台，海的开上你两三杯。两兄儿，我与你生前不能夫妻配，死后也要真上爹娘啊，儿与他生前不能夫妻配，死也要真上落叶满地秋风劲，一日相思一岁岁。两兄啊，你几时病好来看我？从前吵架几杯酒，小姐。方才四舅前来报信，他是梁相公。梁相公，梁相公他去世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
有故兄，你快快诉状莫成心。三番次确儿诉状，你为何总是不理不睬？难道你还想念那2、3分不成？下300一事，生死不能不成，还是听为父之言，好好诉状上交。你为何千言万语中全不信？女儿立誓不嫁人，立法家教谁管为？我宁死不上马家门，不上马家有时候。与两兄生不同路上死同坟，岂有此理！夏为父替你派了这门告亲，难道还颠覆了你不成？你竟敢如此放肆！你要我气死你亲生老母！两兄一死8年回，老母比家生财呀。我胸中早有旨意在，生死都在2、3杯。弟弟，你一定要女儿上轿。女儿就依从弟弟。意料就好。只是请弟弟依我一事。讲，弟弟逼我上轿迎，女儿有事来求恳。叫人2盏白烧灯，叫后3千知人听。花轿先到吴家镇，应得要背书进兄门。应得，今天是我儿玉桂之际。你再问把一束佛前去即位，弟弟啥事不答应，要我上轿万不能。小姐，一把，我就依你。可有一件，你须里面传话，外面责罚。等继位之后，特去把一束佛，好到马家交办天地。宁信，叔叔不是小姐诉状上交，不得有误。殿下，
请小姐，来此已是吴教镇，请小姐出教。梁兄啊，梁兄，不见梁兄啊，借文杯。呼天抢地，浩荡，留在一边人间苦。生死无缘同到老，梁兄啊，谁指望天中人缘成江岸？谁知晓西桥未叫乌鸦叫？谁指望啊你生小官的来人气啊？谁知晓未到人我在头恰脚？谁指望啊大红花轿到你的家？谁知晓白衣素袍来一道？梁兄啊，不能同生就同死。哎